再来看，和民进党提名做不分区立委的罕见病律师陈俊翰，伫咧过年期间，因为感冒所引起的并发症来过身。今仔早起伫咧新竹举办公祭，总统蔡英文甲副总统赖清德拢有来致意，现场嘛有真侪亲友来参加，来送陈俊翰最后一段路。上香。上香献花已经过身的罕病律师陈俊翰，春节期间因为感冒并发症过身，享年40岁。日前早起举行公祭仪式，总统蔡英文高调致哀。君翰说过，台湾是我的国家，希望为他做更多的事。对于君翰的离世，我们都感到非常的难过、不舍，这是台湾社会巨大的损失。赠褒扬令。将褒扬令颁予家属，蔡英文感谢陈俊翰长期为弱势团体努力发声，会永远怀念。那副总统赖清德甲副总统当选人萧美琴等人，拢去现场致哀。赖清德强调，陈俊翰推动的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、罕病用药扩大给付等法案政策，未来会继续实践。更加感谢陈俊翰母亲的陪伴甲照顾。和民进党团队会一一落实俊翰的理想。俊翰的妈妈对俊翰的爱，足以为社会新的典范。俊翰对社会改革和身障者保障权利的促进有着远大的理想。他的离世是我们巨大的损失，我们伤后并深沉的哀悼。陈俊翰学者杨梅交大教授林志杰，大会朗读美国密西根大学的法学院长的杜业文，回忆学术甲理想的一寡代志。佮表示，伊的过身是真大的损失，会永远记咧。公祭现场虽然落雨，也毋过也是有不少政要甲亲友出席，要陪伴陈俊翰行完人生最后一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